之前做過好多係有關預言性嘅節目，好似例如就話係洛查丹馬士啊，印度神童係最中意啦。咁但係有一個嘅未來客嘅一個傳說呢，我係從未講過嘅。咁就係講緊就話喺2000年嗰陣時，咁有一個喺網上 blogger 叫 John Titor，咁佢自認呢就話來自2036年嘅未來。咁然之後喺2000年嗰陣時就係即係落咗好多嘅所謂預言。咁當初大家都不以為然啦，點解又話美國內戰，又咩奧運會取消，全部冇發生過嘅。咁但係呢，最奇怪好啦，去到係2024年開始呢，咁啲網友就抄翻去講緊即係20幾年前寫嘅嘢，喂，發覺有啲嘢，包括就奧運真係試過取消啦，就係講2020年嗰陣時啊，就係取消咗呢，就係嗰年係舉行唔到嘅，咁要係延遲到喺下年2021年呢，先要舉行嗰個叫日本嗰個奧運。咁雖然呢個 John Titor 冇講清楚呢係咩嘢事，咁但係呢，以前你冇諗過奧運係會即係嗰年係會取消啊，冇人諗到噶嘛。唔止係奧運啊，歐洲國家杯都嗰年取消咗噶，係要去下年呢先係繼續呢係即係叫 postpone 啦。咁所以點解個 John Titor 咁好嘢？喺世界性嘅事件都未見過出現嘅時間，佢係可以預知到係喺2004年之後呢，你會見到呢就係嗰個奧運呢係會取消。咁點解會咁奇怪嘅呢？好啦，然之後就係講美國內戰啊。以前咧講係05年之後呢，美國就會發生內戰啊。咁起碼打成10幾20年噶啦。咁但係好啦，可能你覺得咦而家美國有內戰咩？起碼冇飛機大炮啊，唔好似嗰套電影咩南北戰爭咁冇啊，亦都係冇話 Civil War 套戲咁誇張啊。但係其實美國人喺心入面呢，根本就已經係分裂咗出去㗎啦。咁大家都知道啦，美國總統大選2024年，咁其實喺呢幾年啊，咁美國人呢，就係自從拜登上任之後呢，就真係將成個美國呢係將係呢係兩邊咁樣擘開咗，就係講緊 Trump 嘅支持者同埋拜登嘅支持者，大家兩邊呢係真係以後呢係即係老死不相往來咁滯㗎啦，去到嗰個地步嘅。好啦，美國又係咁樣，世界好多唔同地方都係咁樣係 depart 咧叫做。咁點解嗰個 John Titor 喺2000年嗰陣時喺網上面留言咗？嗰陣時咧係未有咩 WhatsApp 啊 Facebook 㗎，嗰陣時有個叫 news group 啊，嗰啲叫新聞組，唔知大家有冇玩過啦。咁第一代啦，就喺個 web 度，咁可能唔知叫做係今日睇真啲 web 咁樣，咁然之後你上去喺度講嘢啦，不斷講，你開題目就話啦，有尋晚有冇睇曼聯對紐卡素？咁然之後啲人喺下邊不斷咁樣留言，咁然之後大家互相嗌交。咁以前嗰個第一代嘅 news group 咧係咁樣玩嘅，係都幾落後得嚟咧，當年都幾先進。咁就話喺嗰2000年嗰時有條友咧，就係初初叫 Time Travel Zero 嘅人。咁就開始留言，又話自己咩來自2036年啊，又話點解佢翻嚟呢個現代呢？就因為話佢係要翻1975年呢，就攞翻部 IBM 5100嘅電腦啊。點解佢攞部電腦呢？咁同埋佢又話啦，去到2000年係做啲乜嘢呢？咁今集呢，就同大家係講解一下，究竟佢講嘅預言係咪真？佢咪真係來自2036年呢？好啦，咁睇片之前大家記住咁去點擊廣告，欣賞廣告，最緊係免費訂閱 AI 機行嘅中國新亞蘭包台節目。方法就喺右下角撳訂閱，時間就記住撳鐘仔揀晒全部。情況許多朋友希望用免費模式支持，咁即係當中希望咧大家可以係即係頭5分之後咧就進場睇片俾咧同埋留言啦。嗱，咁呢個 Time Travel Zero 啊 John Titor， 咁後期佢先改名嘅，咁佢就喺2000年開始去2001年嗰陣時咧，咁喺一個各大嘅美國討論區就有留言，就話自己係來自未來啊。咁當時永遠都係咁嘅，當有個人話佢來自未來，第一時間一定話係假㗎啦，係咪？咁即係好似當年就話咩？你話今日睇真啲嗰條片係假嘅，咁全世界嗰啲 UFO 片都係假㗎啦。咁係好即係好正常去咁諗法，點會有未來人？即係而家我哋都冇辦法係知道有咩可以 time travel 嘅方法。但係其實如果你問 experiment 嘅話呢，我哋係已經做咗，而且已經做到㗎啦。咁個實驗嗰陣先講，咁講翻呢個John Titor，咁佢究竟當年講嗰啲嘢先？因為佢就話咧自己點解2036年嚟咧？因為當年咧就話佢喺個未來世界就有個叫類似千年蟲嘅問題，電腦系統出現問題啊。咁所以佢就話咧要翻1975年攞一部咧係最 original 啊 IBM 嘅5100嘅第一部嘅手提電腦。咁入邊咧有啲嘅程式咧可以解破佢哋2036年咧係面對嗰所謂千年蟲嘅問題。好啦，咁即係類似係咁，所以佢翻1975年攞完部電腦之後咧，佢冇翻2036喎，佢係喺2000年咧喺佢未即係佢嘅媽度就係喺屋企咁啊，即係留一年咁先走。咁而家當中咧就係落咗有好幾個嘅預言嘅。咁點解有啲美國人都會相信呢個 John Titor 講嘅嘢咧？除咗我先頭講嘅嘢之外，就係講緊佢試過就係講有關係黑洞嘅科學理論。佢當時講喺2004年即係2000年嗰時，佢係挑戰霍金嘅。霍金係講係當時當代最出名嘅
叫做係黑洞嘅科學專家啦。咁當時咧，個 John Titor 就話：黑洞嗰個阿霍金係假嘅，講啲嘢全部都係錯嘅。我寫嘅先真係，唔知寫一條 formula 出嚟。咁當時有啲John Titor 嘅追隨者咧，就係將呢啲嘅資料就 send 俾霍金。咁啊最恐怖就係好啦，幾年之後啦，咁啊霍金試過開咗個科學大會，每年開一次嘅喺好似都柏林嗰邊。咁啊當時咧霍金咧上台講就話啦：我要推翻咧我咁多年來嘅黑洞理論。係啊，冇錯啊，就係因為呢樣嘢令到有啲人覺得咧，咦唔通個 John Titor 講係真嘅？因為 John Titor 係未來嚟噶嘛，就知道咧而家嘅黑洞理論係錯嘅。咁所以咧當時霍金咧係咪睇咗啲資料計過條數，就覺得咦有個人所謂叫未來人講嘢啱過佢喎，咁啊會唔會即刻嗱臨改正咧？嗱呢樣嘢就令到有好多 John Titor 追隨者咧就相信 John Titor 講嘅嘢咧係真，佢真係來自2036年嚟嘅。咁但係個問題就嚟啦。喂，既然你咁高科技又 time travel 又成，咁點解即係你唔講下？喂，講六合彩諗下出嚟聽下啦，一定係咁問噶嘛。即係譬如就算而家你今日啊，你真係未來人，你翻1980年，然之後同啲人講啊，人哋唔信你嘅，一定問你喂，你記唔記得即係1985年個六合彩係咩 number 啊？你記唔記得啊？嗱咁如果你係你嘅話，你會點答啊？唔使講啦，一定話啦，哇大佬你估我記得晒咁多嘢咩？啊你記唔記得啦？即係1989年啊6月嗰單嘢啊！咁當時啲人咧可能係唔知你講乜嘅，好啦，但係當好啦，咁你離開咗1980年之後咧，哇，去到1989年6月嘅時間咧，哇，全香港人都知道，哇，勁喎呢條友，喂，原來咧你冇所謂冇答嘅答案咧，都係答咗啲嘢喎。嗱，John Titor 咧當年都有咁講，咁就有啲網友就問佢，喂，咁你講下個 Super Bowl 嗰個即係2001年嗰個即係2001年嗰個 Super Bowl 嗰個記錄啊。咁嗰個 John Titor 就話啦：喂，你估乜都記得嘅咩？你記唔記得啊？即係1952年嗰陣時啊，6月3日啊，攞場雨，你記唔記得啊？咁好啦，咁啊講完就算啦。咁點知咧，有啲網友睇翻就話，原來喺2001年嗰場嘅 Super Bowl 嗰個決賽咧，係真係攞場大雨嘅，即係好似咁多年來都未試過，就係咁啱人哋問佢，佢咁樣答咗個咁嘅離奇嘅答案，咁點知係真係落大雨，咁令到啲網友更加深信呢個 John Titor 咧係真有其事。好啦，咁啊啲舊嘅資料咧，咁啊就係大概講咁多啦。我講新嘅資料。其實你睇翻而家美國嗰個情況啊，同佢講嘅都幾相似，就係講緊美國嗰種分裂啊。你而家嗰種分裂呢，係我諗真係自從南北戰爭以來呢，係最嚴重噶啦。其實絕對係可以呢，有權美國真係將一個國家係一分為二，因為而家講緊有好多州份都係已經有啲人係提倡緊呢樣嘢，就話不如我哋自己真係咩顛覆美國政權，起碼人哋呢講下呢就唔會即刻拉人嘅。好似有啲傻 B 咁樣啊，係啊，講幾句就分咗你個國家咯，啲傻 B 嚟嘅。而最好笑，佢攞傻 B 呢句做口號，呢個又奇怪喎，真係。好啦，傻 B 嘅人呢，我哋就唔好理啦，我哋講翻美國呢單嘢先。其實即係如果你睇到呢，就係即係美國總統2024年嘅大選嗰個點票啊，即係我唔理你，就算你支持邊一個黨都好，你見到呢，其實佢哋嗰個支持率係好接近嘅，而接近嗰個情況呢，就係講緊就係美國會唔會就係未來就係咁樣，係因為即係大家都唔中意嗰個總統啦，所謂嚇你又唔中意佢，佢又唔中意你咁樣，咁啊是但一個上咗台嘅時間咧，都會令到咧就係美國成個國家分裂，就會唔會好似就係 John Titor 當年講嘅嘢係咁咧？嗱，同埋咧佢喺個預言入邊都有講核戰喎，咁就話咧嚟緊咧就會第三次世界大戰咧就會核戰嘅，咁到時就起碼死3000萬人。咁你以前你諗下啦，即係近呢10幾年嚟講好多次話核戰咧，邊有可能㗎？咁但係最近你都知㗎啦，自從呢個俄烏戰爭咧，普京講一句説話就話啦，我點解唔用得核彈啊？喂，佢真係講一句説話咧，佢真係有機會咧發射核彈。因為而家講全世界最多核彈國家咧，除咗美國之外咧，咁就係講緊蘇聯。咁而且咧而家講係官方嘅數字啫，咁可能咧真實嘅數字咧係一定係多過而家嘅。咁究竟普京有幾多粒嘅核彈咧？嗱，我哋唔知道。咁不過咧有個好即係比較好嘅消息就係講緊，因為核彈咧其實你每年如果你做嗰個 service 係好貴嘅，即係你 keep 住嗰粒核彈係會着啊會爆咧，每一支咧起碼要過千萬一年嘅。咁你諗下有幾多支啊？你咪一支咪1000萬一年咯，10支咪1億咯，係嘛？100支咪10億咯。咁啊，究竟俄羅斯有冇咁多錢去管理咁多支核彈咧？咁所以會唔會其實根本可能入邊咧能夠爆到嘅可能不足1%咧？嗱，咁呢樣嘢可能不幸中大幸啦。咁但係如果你咁啱佢真係抽中咗嗰粒會爆嘅，咁都係死嘅。咁所以就話啦，咁啊 John Titor 當年講嗰個叫核彈嗰個危機，係咪就係佢之前喺20幾年前就喺嗰啲各大嘅討論區嗰 forum 係已經係完全講晒俾大家聽？不過大家都係選擇就話，我唔知，我唔理，我唔睇。總之印度神童講咩我就唔信。印度神童突然宣佈就一定唔睇，一定唔訂閱。
咁唔緊要啦，而家講呢個 John Titor 喎，John Titor 佢講20幾年前寫晒啲嘢出嚟喎，咁同埋佢有一個都係比較得意嘅少少預言啦。咁佢話啦，去2008年之後啊，美國冇乜咧係單車車胎嘅公司咧去做車胎。咁你諗翻而家又好似係喎，即係唔係話冇嘅，不過就可能少咗好多，因為而家講全部可能係喺外國去訂啊，可能係一啲比較平嘅國家去訂翻嚟啊，可能成本仲會低啲，咁人哋咪唔喺美國設廠，可能將個美國廠係搬咗去越南啊，即係其他啲係亞洲國家，即係呢個係一個趨勢嚟嘅。咁呢個 John Titor 又好得意喎，即係佢連個車胎，即係美國有冇啲廠去做呢樣嘢呢，都係可以咁嘅預言出嚟。咁啊 John Titor 呢個傳說咧就係講緊係有關係 IBM 嘅5100嘅電腦嘅傳說啦，係咪？嗱，咁啊最後要同大家講下啦。咁啊呢一單嘢係咪真嘅咧？點解要即係呢個IBM 5100嘅電腦係可以解救到2036年嗰個未來咧？嗱，因為就係講緊當年原來有啲 IBM 咧內部嘅人咧走出嚟講過就話咧 John Titor 講嘅係真嘅。嗱，點解佢講嘅係真咧？就係因為就話原來當年 IBM 有啲電腦系統咧，有啲嘅系統係開發咗，但係唔話俾你聽嘅。咁咧，即係因為佢可能係有啲軍用嘅嘢啦，咁但係咧，只係流落民間，咁民間你係唔需要知嘅，因為佢部電腦本身之前係可能整俾軍方用，咁啊去開到咧，即係流落去市面嘅時間咧，咁佢嗰嚿係擺喺度，不過你用唔到咁解啫，所以你係唔需要知。咁呢個 John Titor 會知道嗰個 IBM 5100電腦入邊係有啲軍用嘅嘢可以解決到佢啲未來問題咧，咁所以咧，當年 IBM 嘅工程師就話呢條友咧一定係 insider 嚟嘅，因為佢話咧當年話如果你話開會嘅話咧係得10幾人嘅啫，即係知道有呢嚿嘢嘅人。咁啊冇理由咧係會突然間係將呢個消息外流咗噶嘛，咁所以咧呢個人肯定係知道或者係收到有關 IBM 內部消息嘅人嘅。咁如果你話人選 IBM 入邊啲高層，咁你來數咗10幾個啫，咁你係咪估中咗係咪嗰啲人呢？但係咁究竟 John Titor 講嘅咩2036年嗰個所謂千年蟲危機係咩呢？就同我哋2000年當年經歷過嘅嘢係好相似啦，係咪？咁原來咧亦都有啲 engineer 講過就話，其實而家我哋即係所謂身處嘅時間都冇話咩千年蟲問題係咪？因為2000年嗰時解決咗嘛，原來唔係嘅喎，原來當年所謂嘅千年蟲問題，我哋係從未解決過。咁可能你就問，咁點解冇理由嘅？如果嘅話，咁全部電腦壞晒啦。因為而家講緊就係即係全世界最大型嘅一啲嘅核電廠啊、發電廠啊，佢哋用嗰啲電腦咧，其實全部都好舊式嘅。咁原來當年2000年嗰陣時咧。咁佢哋咧就係冇選擇咧係解決千年蟲嘅問題，佢只係咧係將嗰個日期咧 date back 翻40年前，就同部電腦講就話而家係1960年嚟㗎，唔係2000年啊，就係用嗰個調翻轉頭嗰個即係嗰個校翻個日曆，咁部電腦純粹係咁嘅啫。咁所以咧喺嗰部電腦咧去到原理上去到2040年嘅時間咧，又會再出現咧千年蟲嗰個問題嘅。咁可能你就話出去咪再撥翻轉頭，撥翻1960年咪搞掂啦，係咪？嗱，個問題就嚟啦，會唔會就係喺2040年之前？即係當年知道係點樣去做呢啲係撥翻轉頭嘅人，可能全部唔知死晒定係走晒定移民點，全部人就唔知。咁好啦，咁去到未來世界嘅時間呢，就唔知發生咗呢啲事呢，可能得翻少數係啲軍方嘅人，咁嗰啲嘅 engineer 全部就唔見晒。咁嗰啲人咧就對住呢嚿咁嘅千年蟲嘅嘢就發晒矛，死啦，點算呢？就努力咁樣致力就研究時光機，咁啊希望翻過去就解決咧所謂嘅2040年千年蟲問題。其實可能好簡單嘅啫，你只要咧喺個 mouse 揀右下角嘅日期，然之後揀翻去咧去1960年可能就得㗎啦。咁但係可能就係未來啲人就係唔識做，咁所以先至咧哇搞大費周章咁走去咧係搞個時光機翻去過去。嗱，你話如果係咁嘅話，即係呢個非常之係國際級嘅黑色幽默嘅笑話。咁好啦，咁啊再講就係有關係科學嗰黑洞理論，究竟係咪可行嘅咧？咁其實咧歐洲 CERN 嗰個叫做粒子撞擊機咧，原理上基本上已經係創造咗時光旅行嗰個實驗出嚟㗎啦。因為佢哋曾經試過將粒子撞埋一齊嘅時間咧，就發覺佢哋咧係有一樣嘢叫逆熵嗰個情況。逆熵意思即係話咧，譬如本身所有嘢都係由熱去凍啊嘛，係咪？因為你冇可能由凍變熱㗎，除非你有 energy。如果你冇任何 extra energy 咧，你個 energy 只係會係由熱慢慢變凍。呢個係即係 universal law 嚟㗎嘛，事實嚟㗎嘛。但係佢哋發覺咧，原來喺個粒子撞擊機入邊咧，揾到啲粒子入邊咧有逆熵嘅情況，就係話咧有嚿嘢本身明明係凍嘅，突然之間會變翻熱㗎，但係佢冇 extra energy 喺入邊喎。咁啲科學家一直覺得，咦，點解會咁樣？冇可能㗎。咁即係人就提出咗一個理論，就話如果佢哋喺個粒子世界個時間係調轉行呢，如果佢哋嗰個時間可以逆向嘅話呢，嗱咁就代表呢，就係嗰個逆向令到呢嗰個嘢又由冷變熱呢，其實佢只係由熱變凍，校翻轉頭咪冷變熱咯，因為佢跟住個時間倒轉啊嘛，咁所以先會係由冇能量變成係有能量。
咁所以咧就係其實時光機嗰個叫做係 theory 咧，其實喺實驗室入邊已經整咗啦。咁所以你話會去到2036年嗰時，真係有個所謂叫 John Titor 嘅時光客，就去咗嗰個叫雙嗰個叫做粒子撞擊機，就攞一部時光機，就翻返1975年攞翻部 IBM 嘅5100電腦咧。好啦，如果大家想用幾分鐘認清事實，繼續免費訂閱 AI 機械人嘅中國餐間爛爆台節目，方法就喺右下角撳訂閱時間，就記住撳鐘仔揀晒全部。情況好嘅朋友希望用免費模式支持，方法就係頭5分鐘之內進場睇片俾留言。下次見面嘅時間有3個，約定大家，拜拜。